32出生数32啊，顶个看到倒位啊？我看哪有要记啊？我看医生入房看了海头，讲你这个囡仔怎样下到安尼？之前讲自几若日前就讲伊艰苦，若是倒看伊乖乖在佚佗，到昨昏爬袂起来，才知影。破病的时，毋捌嗨一声，弟仔兄，看有啥物好药，请你加下落去医生讲，耶稣有讲，互人有生命的是在伫我，若毋是上帝怜悯，行了无功效，讲煞就歹药顶回应该是读到遮啦好，咱继续好看医生倒去了，忽然听见阿嬷甲阿囝在吼的声，真心知影是所起来小妹死啦袂紧得走伫厝角头大梯口我怎么读的？歹势啦，我笑毋是讲，是这故事实在是这个节奏太紧了忽然间一个小妹就无去啊看到心内艰苦啊。好，咱看医生倒去了，忽然听见阿嬷甲阿囝在吼的声我看这有啥物爱斟酌看。医生倒去了，忽然就应该大家知啦，黄父母赶快相像的事忽然听见阿嬷，我较还没听人讲阿嬷，应该我捌听过阿囝就是阿囝就是较早伫这个歌仔捌听过阿嬷，毋知这个案例我看卖来查看卖这个案例敢有A、N 第二条我先用我卡来测安某这个安某我刚刚捌听过呢安某，这讲是戏称啦毋是正经话我讲都毋是正式的就是家己的某叫安某安母是男囡仔的话，安母古的语言的迄个句我可能我毋知伊无写汉字嘛，有伊写汉字语言迄个句子安岁是称呼比家己较少年的朋友，所以安是毋是卖我的意思，就安某安岁但是奇怪伫大理大师里无收，伊无收安囝，无收安妈好，甘利店案例，甘利店的案伊过说讲叫做先帝的字是放伫头前的字就对了先帝的字，亲像红瓜、红娘红牛这只红牛是写公牛字红牛红囝，应该
即个红牛嘛是台语大顺迄个红牛啦吼，人囡仔讲的话吼，红牛、红歌吼，红牛、红歌是毋是红某的叫法啦？来，我们拄则是讲台语大顺讲红某吼。我来测一下测台语。按例第2条，用有些关于我要卡好。哇，原来安尼用，我要卡爱用安尼。甘字典是写生字的字，但是伊汉字伊用。我等等，甘字典有汉字。对，伊写一个迄个阿拉伯迄个阿吼，阿根廷啊，华语翻译的阿拉伯迄个阿。所以这个先字的词，是不是有意义？我是看不解出来了哈。其实我怎么看不出来哈？找对去，拄则找来个怎么找无去？找来个。第2条，就是阿嬷是阿嬷啦，你若讲今仔日通迄个汉字，就会当安尼解释吼。安妮吼，台语大词典锁定提接台语白话小词典。来，我看白话小词典第9页，第9页。以前的规则都是加伫称呼的面头前的数，这个最是这个最哈，应该是对吧？数对哈。好，我觉得是先语数啦，你大概去理解就好了。你若本来想讲是毋是卖迄个意思吼，歪吼，但是看开是敢若毋是吼。好，阿嬷甲阿囝在吼的声吼，吼就是哭嘛 ，cry 吼，变渣啦吼。真心知影是所疼会小袂死啦吼。真心敢若即当初读什么学啊？读小学还是已经，或者伊应该是10岁囡仔吼，差不多10通岁的囡仔啦吼。知影讲，所疼小袂死啦吼。袂紧伫走伫厝角头大啼哭，袂紧伫吼，袂紧伫。袂就是 cannot 吼，袂紧伫吼 ，cannot bear，cannot stand 吼，忍不住嘛吼，华语就安尼讲吼，禁不住嘛吼，袂紧伫，走伫厝角头吼，走伫厝即个地理就是方向。因毋是 location， 即摆变成方向是走伫厝角头吼，走往厝角头，走去厝角头啦吼，大啼哭吼，大部分啊，所以就即种去当成教育啦吼，对大部分人吼，
因为要勇敢嘛，袂使拿查某安尼吼。袂紧你走伫厝角头吼，大铁口。好，这个内容免解释啊吼。好，咱继续来读一下好，讲几个人入来，芭比猫来，这段几段甲读了吼。医生倒去了，忽然听见阿嬷甲阿囝在吼的声，真心知影是所疼的小妹死啦，袂紧得走伫厝角头大铁口来，芭比。第32页有显着无？医生，医生倒去了。医生倒去了，忽然听见阿嬷甲阿囝在吼的声，医生知影是所疼的小妹死啦，袂紧滴。走伫厝角头，袂紧你走伫厝角头，哎呀，袂紧走伫厝角头，大铁口，大铁，喂，音调不对，大铁口。大铁口，铁当然看你变调声 Q 口是啥啦，我是大铁口啦，吼。大铁口。173，我是变3嘛，吼。两个 Q 口拢是拢变3啦，吼。OK， 大铁口，吼，来，毛。医生倒去了，忽然听见阿嬷甲阿囝在吼的声。真心知影是所疼的小妹死啦，袂紧地走伫厝角头大铁口。来，有无？医生倒去了，忽然倒去了，嘿。倒去了，忽然听见阿嬷甲阿囝在吼的声，真心知影是所疼的小妹死啦，袂紧得走伫厝角头大铁口。好 ，OK， 真好哈。地开盘小算是将转难啦吼啊。你若有法度读的时阵，是以泉州口的变调来读的时阵吼，听起来你真正感觉就古早味啊！吼，为什么？因为伫台湾，我较早捌讲过啦，伫台湾发展的早期，其实是泉州人较好个啊！吼，泉州人其实是地位会变讲较势力较大啦，吼，啊较好个啦，文化程度嘛较悬啦，吼，所以。为什么较早这个泉口是主流吼，就是安尼。虽然讲文律台湾市是上早开发，但是台北去遮吼，迄个应该是我所知影吼，就是泉州口是主流啦吼。啊，所以靠文化啊，所以印象中，譬如讲道德歌戏吼，迄种泉口的这种讲法吼，迄种腔调吼，你会感觉就较古早。感觉，然后因为即满人较安尼读啊吼，所以你若法度用泉口念吼，其实是真好听吼。好，来继续，因为等下吼，因为生前真爱甲阿公困做伙，所以就带伫伊的身边吼。
因为时前真爱甲阿公困做伙，这应该无有什么规则，所以就待伫伊的身边吼，待就是埋葬埋葬所以就待伫伊的身边。我今仔才发现迄个台字反正无。敢是即个当然汉字嘛是会当直接写即个埋葬迄个埋啦我看嘛甘米店台嘿对啊，甘米店内底即个台即个音伊嘛是摕即个汉字埋葬即个埋爱读做埋毋是埋我看觅那直接查即个汉字Command C。埋葬了因为伊名埋甲台卖互华语影响无拼音埋甲台台心思埋葬我是读第三条埋葬收藏收藏嘛是台看目收埋埋没埋没埋没台高所，这什么意思啊？台高所，北高的所啊，那台高所我无理解台地雷台新溪台西人过来我来看一下台里大书店。第5条，台伊嘛是汉字，就是写即个埋葬的埋葬的埋所以是毋是反正就是白音啦即个埋的白音我先线来看写埋葬的埋，我知汉字我拄则是要知迄个，叫即个台高所啦台大书店的台里有例句台西人、台地雷、活台台的三个死囡仔就要做土工头台的三个死囡仔就要做土工头了，什么意思？另外一个谚语嘛是差不多意思，什么梅酒，什么八九秋。食无三百应菜，就想要上西天。另外个是什么牛，什么八九秋，你个会记？三日无溜八上秋。是啦这讲就是三日无溜八上秋是什么意思？相关意思吗？我也无三日无溜八上秋，我无确定，甲迄个食无三百应菜八上天，就想要上西天，敢有共款？我无确定。咱等下查看嘛但是这只要台的三个死囡仔就要做土工头，就是拄则讲的，那食无三百应菜就要上西天了相关意思你等下袂土工头土工啦，我知是土工啦，伊写汉字我实在是然后咱看迄个原本我理解是土工土工我讲毋对土工伊汉字其实汉字毋对啦其实即个台里老师恁有意见伫 Facebook 伊敢有一个口册，你都会使去甲翻译也去改，我无甲写来台伫对。
生囡仔就要做土公头吼，伊是安尼写吼。土公仔吼，土公仔就是我不要解释，就是因为台湾的风俗有迄个乌骨头，就是死人代志阵仔时间了后会扣骨吼。所以土公仔、土公头、土公仔是毋是就是扣骨师啊？就是你扣骨的迄种叫做土公啊。台嘛会使吼，台嘛是土公啊，咱查看觅啊，台嘛是土公啊。好，我先记一下，等下袂记得查吼，来，等下查一下土公啊。即问我讲啥物查是啥物啊？我煞袂记，拄则一个词要查我袂记。好，袂记啊，好，袂记啊，好，真正袂记，记伫来。好，我先甲即个台字先甲牵照起来哦。台有啥物词咧？台岸对，台起哦。台岸对啥物是纷争事件，迄是被害事件的弊案。哎呦，咱误会吼，伊台岸对毋是讲甲即个案甲接案吼，毋是吼是甲即个等于是 register 一个案件吼，叫台岸对。台起就台落去，或者是毒气、特气吼。台死人，抬头番，伊是写大头番，但是伊汉字写一个咱死刑斩首的犯人，叫做大头番吼。好，大家敢若安尼对啊，有即个台字，我看嘛，抬头嘛吼。伫个台语大词典吼，即个台字伊的迄个汉字就是写咱说台迄个台啊边迄个台啊边仔一个倒立边吼，徛倒边吼。但是即个汉字其实你若可能毋是华语或者是一般书店看会到，一般字典可能看无即个字吼。你拍伊嘛拍不出来，可能我毋知，无你着看你会晓拍，甲我讲起，我袂晓拍。好另外咱要看讲三日，毋是台历3个囡仔就要做土公啊头吼，土公头，土公来查一下土公吼。THOU 第2条，公 KONG 第1条吼。土公第一个意思讲叫做土，第二个意思讲做梦的血骨。好，但是土的第二个意思，土公是土的第二个意思，我讲嘛。伊竟然无解释土公啊头土公啊的意思。即个土即字的第二个意思是毋捌离规矩的行为粗野，所以毋是这。好，来我讲另外来查土公，有影 THOU 土 KONG 第一。THOU 第2声 KONG 第1条，放一个7号用外口册看觅有，我无真正无收土公啊，无收土公啊，我都只好用初代语册看觅。找台语吼，爱用 THOO，袂使用 THOU 吼。
讲，好 ，M 背啦哈 ，M 背就是说哈，就是为木黑吼，伊亚龙康的啦，或者是光官的工人吼。因为敢若有一个Undertaker 啊，但是 Undertaker 是敢若光官尔呢。为木黑有一个因为敢若有一个名，我怎么想袂起来？好，光官讲到光官，好，咱就知影光官吼。光官是我所知影的讲法啦，吼。KNGKOAN 吼。哟，我所知影即个讲法，无我拍毋对，无怪错无，我来，过来。好，光官就是光棺木啦，无特别的其他意思啊，光棺。好，来转来小船吼，早醒起啊，因为生前真爱甲阿公困，甲困做伙，所以就待伫伊的身边吼。就我最近来时，其实我嘛是和阮阿公困吼，阿公家己一个房吼。和阿公困吼，所以就待伫伊的身边吼。好啦，加读几段呢？志勤挂文，这什么意思？志勤挂文你到真凄惨。未受安慰，这个挂是什么意思？我哪看无？挂面你到真凄惨，未受安慰。可能挂这里爱详细查一下。这看一下哈，看一下。KOAH，cut 吼，挂开吼，用那个两条啊挂吼，用刀啊挂吼。用敢若两条啊，或者是细枝刀来切开吼，这拢是挂吼，这咱拢知影。但是就是我讲挂，面理到真凄惨，互大水冲去嘛是挂，这毋捌听过吼。讲啊，第三无规则是挂香去寺庙领受香炉的符啊吼。挂单是去寺庙摕记载名字姓不日记的单，挂单啦吼，挂单。我本来想讲是挂单吼，挂单是不高英语吼。互大水冲去，骹互水挂去，田互水挂去吼。我你今日在地道听着。第五个，女人。洗目尾嘛叫做挂，我嘛今日在了听。查某囝仔伫挂人吼。所以这个真趣味吼，伊迄挂人吼，就是甲人挂瓦啦，安尼洗目尾，用目睭紧挂啦吼。好，第六个是切号吼，就是挂切号，就是可能法律的讲法啦，其实台语是叫挂号吼。所以嘛是切啦吼，切割迄意思吼，挂号。切号是，所以我就讨厌迄个台语老师对的这个，我毋知影讲是华语还是台语的这种规则吼。毋正台语，毋正华语，在咧写啥吼？啊，读的时我都毋知影要读吼。第七拍击啊，就是拍击绳哦，拍击绳拍击啦吼，拍击啦吼。
两卦，就是拍八箭哈。所以就是应该是对日语来吧？对，迄个两卦是对日语来，两卦就是减两成意思，两成挂掉啊。但是我毋捌听过，即摆无人安尼讲，我毋捌听过。挂就是啊，较老一辈的较会安尼讲。你原来捌听人讲啊，就日本时代的人嘛吼，日本时代吼，可伊个讲两卦三卦的安尼。对啊，两卦。好，我是毋捌听过。我讲毋捌听过，毋是讲无啦吼。伊为啥物呢？因为我住伫即庄骹吼。我住伫庄骹，所以含住伫城内的人吼。对日语的迄个接受的程度，现在是讲日语的普及的程度，其实含城内其实差一块吼，真正是差一块啊。好，所以你遐，阮讲伊是因厝里是做生理的，所以即种挂生理的，什物合啊趁偌济，因是拢自细汉拢囝，因老爸老母是日本时代，佫是做生理的处理，所以自细汉拢听到过安尼。啊，当然对咱后壁的人，至少对我来讲，就是将来毋捌听到过，就是变成讲爱看文献，或者是听人讲教就怎样。对，尤其是像台语吼，本身譬如讲伊有地域性，伊有像即种阶级性，或者是职业性的区别吼。有诶，你无做去读，根本袂用到即种词，袂用到即寡话安尼吼。好，我看卖后一页就看者。好啦，后一段较长吼，咱来读这两段吼。因为生前这两段做一读了吼，因为生前真爱甲阿公困做伙，所以就待伫伊的身边，较正好啦吼。所以就待伫伊的身边。来，芭比。啊，因为生前歹势，我去摕物件来食。好来，后一段吼，志勤挂伦理到迄个挂字我是毋知意思吼，等下看吼。志勤挂伦理到真凄惨吼，未受安慰吼。来，芭比。志勤挂伦理靠。挂伦理到真凄惨，是，未受安慰。冇。志勤挂文理到真凄惨，未受安慰。有。志勤到文理。挂文理到真凄惨，未受安慰。好，挂字呢，真正毋啥意思吼。你是看无，就讲咱目前历史典所收的，敢若无解说即个。阮无即理解。毋过就是华语有一句话讲，心未事哪倒伫咧挂。对一个做阿母的来讲，就是我来讲，对一个女人来讲，上大的打击就是爱伊的人无搁爱伊啊嘛，对无？两个人结合嘛，另外一个就是伊爱的人无去啊，就是安尼，对无？伊的死世嘛，不管几岁，只要囡仔比老母，尤其是老母，种老爸老母，拢什么白发送黑发的，迄种当然是真大的惨剧嘛。啊，即马。
金星嘛，才差不多9岁10岁尔，因两敢差3岁嘛，所以文理可能才差6岁7岁以下，搁长差不多是，就算讲毋是红红幼幼嘛是真正就是你看正人听，结果对志勤安尼，真正就是我咧讲这个卦字，敢会是木须底下有真来讲，袂输那里挂吧呢？对志勤来讲，真正那挂一块吧，要甲伊生出来迄个瞬间，当然是肉身足体会疼嘛。生囡仔足，迄真正是生袂过就4块梦啦。怎生出来像用到安尼几岁啊，全无去，迄真正是我感觉足大的打击。只是这个挂字，目前历史恁就看袂到，有较歪意。我想会到就是，敢是这种理解啊？我想到是安尼以上。我咧想是毋是伊写毋对，就是譬如讲，伊本来想要写的是卦，就是第3条的卦。第3条卦就是卦心啊、跨路啊，这个跨哩。因为卦文理到哈，歹势听无。你讲 H 3条变跨的对哦。无啦，就是或者是直接挂啦 ，KOA 第3条啦，就是 KOA 第3条。KOA 第3条，所以就相关音啊，但是毋是我相关音，因为像我都分袂出第3条、第4条。变调以后是共款，多紧啊，变调以后共款。因为变调变管调。所以其实我咧读毋对卦无，我也读志勤卦文理到真凄惨吼，我其实甲读做第2条，我其实甲读做第2条，因为甲伊做第8条是卦，本来是卦，志勤卦文理到真凄惨，应该安尼读才对，我拄则拢读错。变调是去我第2条啊，伊这是第4条的字啊 ，KOH 是第4条啊。对。我第2条就是毋是第2条吼，含第2条我插错。对啊，第4条是靠我第2条啊。第4条靠我第3条啦。文理是文理哦。对啊，因为囝迄个数囝，是安尼大字嘛。就是因查某囝。就是小妹啊，新生的小妹啊。伊听我教上也无任何疑问啊，伊嘛甲伊写，就是。白话字改罗马字，然后用汉字写嘛，无其他任何。汉字写多一字？就是这个查迄个卦啊，切卦迄个卦，对啊，切卦的卦，伊嘛无其他的改做，拢完全无。所以，我感觉若写第3条吼，这个字用第3条这字，我就感觉较合理啦。挂心的艺术啦，好，甲什么人挂掉咧安尼吼。吊挂的对。对啦，嘿啦，安尼较有理啦，较这个读起来较通啦。无迄切怪，奇怪，用写法就怪嘿啦。对。这挂甲真凄惨嘛，挂心甲我根本就无法度受安慰，吼，你任何安慰拢听袂落吼。OK。小无我嘛是用吊挂的挂较济啊。对啊。好，来，咱继续看啦吼。所以调理卦理是讲，来查一下调理吼。I 调，这个调理吼。TIAU 第3条。哦。悲伤安慰，所以这是悲伤安慰的意思尔，无迄个挂心，就是无迄个笑脸的意思。所以后壁讲未受安慰啊，这有可能哦，吊挂嘛，对不？志勤卦文理到真凄惨嘛，未受安慰啊，伊后壁就讲是未受安慰啊。吊念是啦，会使啦，会当用来吊念的，但这是百里大书店的规则吼，
吊蝶吼，装饰用的挂轴吼，宫吊、吊灯。我来查一下伊的规则，日文版的规则。吊，日本版的规则无写，根本无写。好，好啦，咱继续看哈。看下时间，45分，搁15分。这个要困的时，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伫窗边看文理来伫面前，文理也穿光仔嘛，来。光仔嘛的白衫，伊的面真光。文理来的时，伊的形容笑吟吟。志勤知是天使特别带伊来，要互我知囝毋是无去，是出世入窝出世线出世入窝。伫天里亲像天使一样对安妮就受安慰，无搁流目屎。OK， 出世入窝，出世线内底即个死亡的即个定义，死亡的意象，死亡的情形出现到足频繁我之前我讲话，我之前讲各位可能会记出世线领便当速度足紧的所以这个死本来就是出世线内底一个主题啦。我即马福建讲，其实伊这个整个这个小说的名含这个整个主题其实结合足好的来对这个死的这个意象啦，死的这个场合，死的这个情形啦，死的这种人面对死的这种心情啦，我讲我对死的这种感觉，其实做囡仔死其实死是一种真恐怖的代志，迄当面真正想起来，心内感觉足无法度通接受讲人会死，死是一种真正是一种足恐怖今仔日我这个岁数都搁无共对死的看法，对死的迄种理解，对死的感受都完全无共所以死实在是人一生的功课就是要理解讲，其实你一出世迄当中，你就每一分一秒你行死的迄个方向无人会当相比过啦好，来这段我搁自头来看一下，自头来看一下为什么第一爱学的？这个要困的时伊无即个主词啦但是咱看后壁的即个故事，就知影讲即个人是啥物人是志勤啦即个要困的志勤要困的时，这是真嘛一暝歹势应该是一暝就是某一暝啦毋是特别，毋是 specific 对一工毋是特别对一工是所以读这两三迄个一暝要困的时，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伫窗边看文理来伫面前这个画面最近看了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这应该拢免解释啦，拢知影伫窗边看文理来伫面前伫窗边像有伫文理的窗边啦伫窗边看文理嘛，因为后个同时看文理，所以伫窗边复述就是来描写看文理是安怎看，是伫两边咧看伫窗边两个天使嘛，一人看一边，伫窗边看文理来伫面前
含来伫做梦的这个人的面前啦，哈。文理也穿根仔啦，哈，拄则有讲这天师的穿插，这嘛是文理的穿插，也穿根仔啦，哈，根仔啦，那就是根啦，哈，根就是那啦，哈。咱来查一下那。开始我是读唔对，哦对，读那，应该是本调是那哈，那是因为我头前变调哈，所以我拍唔对，第三调。那是啥物呢？甘字典那里伊用汉字就是用电这里哈，电机的电，伊就是摕来做这个那这个汉字哈，那。所以四那是啥物？四呢，就是闪电嘛，雷公、雷声吼，迄是有声吼，雷电吼，所以是雷是声，那是根吼，四呢四呢甘米电吼有修这个词吼，四呢你若有兴趣，你也看伊汉字是安怎用吼，四呢，但是奇怪伊这个。我把它用这个新闻啊，等下先看下，那跟金那乌那啥金那跟那个金拢含跟有关系嘛乌那啥，这我都唔知乌那啥，等下再看卖好了，乌那啥。我这要看甘米典原文我看汉字安尼头前后壁用无共对，袂记甘米典的迄个例句拢是白话字尔，伊无用汉字啦所以迄个信望来汉字是家己有学问家己用的啦真有学问信望来编辑真有学问我若讲真有学问，我拢是真正咧甲学咯。我若拄个人真有学问，我拢真正甲学，发自内心甲学咯，真有学问。其实无必要但是这个信其实是伫咱台语内底足普通的一个白话词伊毋是啥物特别的，你爱用啥物特别的汉字去表达你的学问就是信就是生活中用得到的但是因为无汉字所以大家都这个语咁失传去少年时阵咧较袂晓安尼讲因为华语嘛无信这个讲法嘛所以你就袂晓。其实是信毋是闪电歌词是安尼写歹势，其实毋是是信好，乌那啥，等下我查一下首先咱来大理大词典我先查那这个音那汉字音嘛是用电这里第一个例句就是伊过来伊就是写闪电我看一下日文版敢有用这里。日文版来就安尼就当看出讲迄个信望爱是希腊人编的啦希腊人编的所以就写闪电但是日本人编伊就写伊那兹吗我声调读对无我毋知那个伊那兹嘛还是伊那兹嘛伊那兹嘛因为是芝麻所以是你若是日本人来编这个信望爱迄个网站伊就写伊那兹嘛因为是希腊人编的就写闪电好，第一个例句信但是伊的例句毋是伊例句是写闪逝一个多金逝世中岛内底无迄个无信
喙枝哪一个，啊，歹个刀筋哪吼，闪哪细哪一个吼，细哪一个吼。所以我来看一下啊。伊拉兹马诺古多库尼希勒梅克皮卡皮卡哦，这应该大家较常听的皮卡皮卡皮卡丘啦吼，皮卡皮卡多希卡鲁吼。伊是细哪一个，细哪一个，细哪是一个吧？细哪是，我那个细哪哪一个，细哪哪一个哦，你若看伊的迄个日文版的迄个写法是细哪哪一个，所以这个哪本来不就是迄个跟一个的意思啦，细哪跟一个闪一个吼，叫做哪一个吼。所以这个哪安尼就要用啦吼，哪一个吼，是刀，这个刀筋哪吼，就是刀皮卡皮卡吼，用吼。第二个是喙齿吐一个，白罗白罗刀打死吼，喙齿哪一个吼，用喙齿去哪吼，到哪水就是水到用迄个喙齿去互水来啉啦吼，到哪水吼，所以用喙齿去哪一个吼，等下吼我伫遮吼，喙齿去哪一个到哪水，头毛互合指拿着吼，迄种动作爱足紧的吼，其实拢是动作，喙齿拿一个是喙齿足紧，迄种喙齿会要足紧的嘛吼，迄种是动作足紧的意思吼。好，第三个小可出面一个吼，就是拿一个就转去吼，都相款项，拄则讲喙齿拿着相款就出来一个就走去吼，到那水吼，头了合指拿着吼，拢是这种意思。第四个是小可拍日光或者是好烧啦吼，拿日吼，互日小拿一个吼。真正诚好诶，这种用法吼，纳日吼，互你小拍一个对对吼。好，等下小说家吼，我现在讲到遮来。我又搁袂记查迄个欧纳萨吼，伫个干面顶有这欧纳萨，我讲是欧纳萨什么意思？一条那萨 SA 干面顶的欧纳萨，欧纳萨，欧纳萨有拼音吼，我无拍拼音。那啥，但是我咧拍应该就是爱有啊，我用星号，应该有，若有就有啊，无就无吼。好，家己顶个乌那啥，大哩图书顶无收吼。好，文理也穿跟那诶衫吼，所以这只白衫啦吼，所以跟那就是跟吼，跟就是那就是跟吼。因为恁真光吼，文理来的时，伊会形容笑眯眯吼。文理来伫房中来的时啦吼，伊会形容笑眯眯吼，形容就是面容嘛吼，形容吼，形容笑眯眯，笑的形容笑吼，笑眯眯的迄种款吼。喙也二塞塞吼，所以眯就是喙小踢开安尼啦吼，迄种形吼，叫做字，笑字字啦吼，伊摆者我拢谈着去吼，笑字字吼，第7条，GI 第7条吼，这可能就腔口差吼，可能无一定是读字哦，我有字去读，工字顶就无吼，我用我看卖 GI 第7条是大理大书店，有伊笑字字吼，
你伫笑义，你伫义啥代志？吼，你伫笑啥物代志？说义是点伫义的果实伊无果实。我讲是喙离开迄个，迄是我感觉啦。我感觉即个你甲无安尼感觉啦，吼。因为你发义即个词的时阵，你喙爱小爱那个啦，小离开安尼即种形嘛。好，但你大出底袂喊你用笑嘻嘻的嘻吼，想看嘛笑嘻嘻是，当然你笑嘻嘻佫有迄种总声词吼，跟笑迄个声吼，笑义，但是我感觉义无迄个声的意思，有迄个形喙形的意思吼。但是字书顶拢无安尼解释吼，我都无甲确定啦吼，你参考就好了吼。我查一个另外一个音叫做哩吼哩，我毋知即个哩是毋是阮声音走蛇去，走蓝音去啊？看来是啊，好像哩无即个意思吼。有是讲喙诶，笑甲喙啊离西西。嘿，离嘛吼，是离嘛。爱是离开诶离啊，喙啊离西西安尼。好 ，OK。好来，我小手抓对，好加哈，时间呢，超过1分钟。我看这段要谈到会使，论理来时，伊会形容笑迷语，即平哉是天才特别带伊来吼，即原来真正免解释吼。要互我知囝毋是无去吼。即嘛免解释，要互我知囝毋是无去，是出世入我吼，出世入我就是这篇小说的题名嘛吼，题名是出世入我。伫天里亲像天使一样吼，伫天里亲像天使一样，即嘛免解释。对安尼就受安慰吼，对安尼对即个人了后就受安慰啦吼，无搁流目屎吼，所以伊直到做即个人，伊才心才得到安慰吼。这亲人个性啊吼，总是尤其是家己囝儿吼，遮尔细汉吼，迄一定足毋甘的吼，这会当理解吼。你若甲10外好啊吼，会反抗的，甲你应出去吼，就讲过来，气甲，有影你会气死啊！吼，就无一定吼，无一定遮毋甘。无啦，歹势我后会讲的啦。总是这父母失去囝儿吼，因为心头应该拢足艰苦吼。好，来这段读好了，咱就来规范啊吼。来吼。相款吼，稍微吼无加人吼。好，我看嘛要读到倒位吼。一暝要困的时，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伫双边看文理来伫面前。好，读到遮。芭比。一暝要困的时，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伫双边，不是对攀哦，伫双边攀论理来伫面前。好来，马文。一暝要困的时，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伫双边看文理的，伫双边看文理来伫面前。来有文。一暝要困的时，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伫双边看文理来伫面前。文理也穿光娜的白衫，因的面真光。来。文理也穿光娜娜的白衫，
因的面真光。来，毛你也穿光那的白衫，因的面真光。来叶文，本地也穿光那的白衫，因的面真光。文理来的时，伊的面容笑眯眯，只近知是天使特别带伊来，要互我知囝毋是无去，是出世入我。好，较真好啦，大家出世入我。来，芭比，文理来的时，伊的形容笑眯眯，笑眯眯。笑眯眯啊，发现我嘛读毋对吼，笑眯眯吼，毋是第一条，我读做第一条。笑眯眯。只轻知是天使特别带伊来，要互我知囝毋是无去，是出世入我。毛文理来的时，伊的形容笑眯眯，只近知是天使特别带伊来，要互我知囝毋是无去，是出世入我。来，叶文，本理来的时，伊的形容笑眯眯，只近知是天使特别带伊来，要互我知囝毋是无去，是出世入我。出世入我吼，我是第八条吼。笑眯眯吼是第七条。咱有查遮眯眯，敢有即种？第一条。嘛有啦吼，第一条就是人咧笑的声吼，就是含笑嘻嘻的嘻笑，就是状声词吼。笑眯眯就是状声词啊。人咧笑的声，亲像咪笑吼，咪笑，笑眯眯吼，就是甲咪笑相像吼，就是含第七条、第一条拢会使吼，所以笑眯眯拢会用的吼。好，来，咱继续看咧吼。伫天里亲像天使一样，对安妮就受安慰，无搁流目屎。来，芭比。伫天里，亲像天使一样，哎呦，对不对？是。我即马拢因为迄天结尾迄款的，我真摒势的了解。对，一样，对安尼就受安慰，无搁流目屎。你讲什么你调整？你讲啥？我正是迄天结尾迄拢。敢若袂使哦。你讲 THINN 这种啊？无讲 T 就是声尾啦。T 就是声尾我即摆感觉练习搁较好啊。有无？有听头仔先讲我无。真的个。我来嘛，我将咧出去后壁，伫天里亲像天使一样。对安尼就受安慰，无搁流目屎。是，叶文。伫天里亲像天使一样，对安尼就受安慰，无搁流目屎。天使一样啦吼，这是一啦吼，一样吼。这两衫就是爱变调一样好。感谢啦吼，咱今日读到遮，
到第10页即只多一段吼。回那个剩一滴啊，无要紧啦，到遮就好啦，叫人讲到遮就遮吼。第10头前这一滴啊，后回再来读啊吼。问题就是到遮对故事到一个看站是即个文理吼，文理这个查某囡仔领便当去啊吼，后唱歌啥物人领便当这个歌吼。好，来到遮我开房，感谢各位。多谢阿弟。拜拜，再来，拜拜。